真侪人较真，同样是照旧历的过日。旧历7月对台湾人来讲，除了中原普渡以外，7月初7的七娘妈生，嘛是咱重要的年节。全省行府城，咱这个7月初7的七娘妈会做16岁。因若讲阿嬷啦，吼，俺爸阿母，就带来咱求咱这个七娘妈，吼，斗保庇，吼，可能互平安大汉。即嘛来个认七娘妈亭，转倒骹，吼，安尼就是讲已经16岁啊，已经当大人啊。伫即天，除了准备胭脂水粉来拜七娘妈，还佫有做16岁以外。伫咧古早的时阵，爸母拢会用心制作一个七娘妈亭来献予七娘妈，感谢七娘妈保庇囡仔大汉。咱第一站拢是拜祖庭，就是要求咱的求主，互咱的子孙啊，一辈的子孙满足。第二个就是咱的红来宫，红来宫就是咱的台湾岛，保庇咱的台湾岛的事实足济。第三站就是咱的七娘妈。时代伫咧变迁，7月初7，七娘妈生做16岁，这个台湾人特殊的文化传统，虽然已经渐渐去互放袂记，但是爸母对囡仔疼痛，却是咱一世人拢会记牢牢的温情。咱台湾有俗语伫咧讲，软桥当大人，平安熬大汉。因为伫咱传统上啊，不管是查甫囡仔或者是查某囡仔只要是满16岁的时阵咱爱软迄个七娘妈的心肚骹正式来宣告讲我已经当大人啊所以讲，咱会当看出讲，咱台湾人的心目中间这个七娘妈的重要性有偌尔啊重大，偌尔啊震动当然啦，过2天就是咱七娘妈的生日啦。讲到这个七娘妈，伊会当算讲是咱台湾囡仔的一个母亲伊是咧守护咱平安长大。但虽然讲咱看袂到，但是咱能感受到。伫咧7月初7七娘妈生日的时阵呢，对咱台湾人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日子所以咱今仔日呢，就要来甲大家来开讲有关于这个七娘妈的代志。至于咱台湾囡仔的守护神，为什么伊这么啊重要？到底是安怎拜才正确？还有其实还有一项拜七娘妈是会当求姻缘要安怎求？咱今日拢讲互你知。真欢喜嘛真感谢咱今日邀请到对台湾民俗文化真有研究的中正大学的杨玉君教授来甲咱讲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咱府城的文史工作者谢基峰老师。大家好，我是府城的文史工作者我谢启峰今日咱老师就是为台南府城，甲咱扎这个七娘妈亭来。咱台南的迄个七娘妈亭一般拢有做甲3站伊这3站阮台南拢讲这3站第一站就是七千娘娘会大的所在嘛，第二个是蓬莱宫什么做蓬莱宫，就是讲咱是蓬莱仙岛的所在嘛，所以讲伊会当保庇咱安尼。事事无灾啦百节有庆安尼搁落来就是拜祖庭。啥要拜祖庭，就是以前早期咱伫农业社会伊就希望讲会当拜祖拜孙白花就是讲象征，就是讲希望以后会当祈求七娘妈会当保庇咱生查甫的。阵红花就是讲希望祈求咱七娘妈会当生查某的安尼。台湾的做16岁，是毋是为着查某囡仔咧传的？因为我家己是查甫囡仔，我毋捌做过所以讲这个七娘妈亭会出现的场合，就是七娘妈生的时阵才有。就是爱做16岁。府城早期伫城外阮拢讲5条港的迄个所在，足济5条港拢有这码头工人。你若阵未满16岁的时阵，伊是童工囡仔工，囡仔工会当领半薪尔，会领一半的钱尔。是。所以讲伊个爱利用伊满16岁的时阵，所以讲伊爱公开仪式，请亲朋好友，请工头来互我请。是。讲我囡仔已经满16岁啊，我以后袂使领童工的钱啊。原来是这有原因。是，就是讲我会当领大人钱啊。所以讲给公告周知，然后拜拜，请人客安尼。古早时阵，这个七娘妈亭由爸爸妈妈。甲摕囡仔伫出年拜了时阵甲伫内底哭3年个对。代表讲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时阵七娘妈亭甲划掉这个七娘妈亭重点就是要送给七娘妈，感谢伊这16冬来甲咱照顾咱是一个感恩的心要我已经大汉感谢你安尼献这个七娘妈的楼阁，互伊安尼个对。
因为这手工咧做吼做慢，是一工还当做3个七牛马丁尔。一工做3个，嘿啊，对啊。安尼算紧啊。但是问题几百个啊，有几百个人，所以讲以前的时代背景就是伫6月份个爱开始甲预约啊，所以讲迄个时阵也伫7月初7进前的时阵吼，因个拢一直连夜加班，就是拢一直加班，做完成为止安尼。是，若是这个时期的时候，敢讲有真侪种特殊的好食的物啊，这个贡品是毋是有较特殊的物件？可比讲咱有看到讲有红菇啦搁有迄个鸡酒啊、油饭啊搁有胭脂水粉啊，这甲一般咱咧做艺拜拜咧敬其他的神明有淡薄仔无共款咱拜七牛马的时阵其实是看恁兜有啥物款的就讲恁若是要穿较澎湃，当然嘛是会用的。但是上基本的几项就是咱即马看到的这鸡酒油饭这2项，会使讲大部分的所在咧拜七牛马拢有用到。为虾米爱有鸡酒？咱想看摆，鸡酒为虾米时阵用的？满月。对，就是迄个做月来的时阵迄生产了后，富人人要做月来，就爱食鸡酒。油饭咧，油饭就恁洗好死了后，互咱分油饭兴厝边头尾是。所以自这2项物件咱就会当来去推论讲七牛马是啥物款的神明，伊就是来保护咱这生产的产妇甲迄个囡仔幼囡仔互因保庇因熬大汉的迄个用意啦另外就是讲，咱遮个一碗迄蚵仔蚵仔主要我想是因为这个时阵就是蚵仔的产季咱古早的民俗一定是用迄个当时出产上济迄个品质上好的一寡蔬果钓时钓所以这个蚵仔这个时阵出产咱就发现讲7月初7。拜七牛马，即马到7月半旬是毋是咱有做蚵粿？是，对。搁来甲迄个8月中秋迄肉饼嘛有用蚵仔做就是拢即个时阵拄好咧出。毋过因为咱的做即个过年过节都会互伊一寡好格调的讲法所以咱这蚵仔有一句话讲叫食蚵有好头路安尼嘛是讲是对囡仔的一个祝福安尼。以前农业社会嘛，重男轻女嘛，你若生查甫的时阵，希望讲会当个一直生相连就是讲接二连三，继续拖落去，一个拖一个个对但是嘛有一个是圆的，万一你若生到查某的时阵，圆满就好所以讲其实以前的贡品内底就是有真趣味啦，就是讲伊个代表生查某圆满就好毋通去生查某呀，来生查某佮一直又连一直又连。我自细汉到大汉。我就拢看过这个圆的这个红菇，我拢唔捌看过这款双连菇。我即摆听老师你讲我了解因为我是万囝嘛，万囝阮兜就袂出现这，因为我都袂讲希望讲国生查甫。我就感觉这咱台湾的真有意思，就是大家伙迄生活的方式看起来拢共款，但是佫有一寡个别的差别。因为咱七牛马是7月初7。拄我伫咧旧历的7月，拢讲迄是几啊好兄弟的月就想讲，即马拢讲吉祥月啦，欢喜月啦。但是以前拢讲鬼月，迄个时阵咱想讲，哎哟，拜好兄弟才会出现这样物件。咱拜七牛马的时候，一般咱常常看到一寡，就是因为伊是女神嘛所以咱就替伊设想讲伊需要一寡化妆品所以咱即马看到这顶面有迄个胭脂水粉螺甲镜搁有一寡尖线拄主持人讲的一个是重点，就是讲咱只要是伫7月的迄个拜拜拢加减有一寡敬迄个好兄弟的意思伫咧比如讲咱这现场嘛有准备一盆迄个水甲迄个面巾那意思就是讲咱互迄个请七牛马先迄个洗面清气化妆了，咱再来接受咱的敬拜其实这咱伫咧普渡时嘛拢有看到，就是讲咱招待好兄弟进前嘛是希望因会当安尼洗甲安尼神清气爽，安尼再来继续用餐。更加特殊的就是咧拜七牛马的时阵，咧烟火就会出现。这个烟火尤其是一种性命力真强的一笔。咱性命力强，就是对囡仔上好的祝福。所以这个时阵办这个烟火来我想有这方面的意义伫咧啦。明明都做16岁就做16岁七牛马生伊生日是伊的代志这2项是安怎会有关联
其实互相有一个重点，做16岁唔是大人来做，是外妈这边爱来做。啊，是外妈。外妈爱来做，爱准备从头到尾的物件。我现在做16岁就是安尼，因为我就是西区、中西区这的人，外妈爱来一顶，互你一顶帽啊，吼啊，互你一个衫，互你一个破链，互你一个配带，互你一条裤，吼一条鞋啊。哦，啊，搁有你一个手表啊，啊，搁有一个脚踏车，哦，迄个时阵还未未满16岁，还未有驾照嘛，无，啊，伊就是规套拢来，哦，啊，互你做啊，互你做澎湃安尼，哦，啊，所以讲，古早阮父想讲有一句话啊，吼，啊，就是讲啊，做一个16岁吼，了一个家伙啊。阮这个毋是讲搁介有钱的啊，吼，啊，你若搁介有钱的人，搁有请人客，哦，啊，然后亲戚古早拢搁包红包来。可见大家对做16岁的重视个对啊，是，哦，啊，所以讲这就是富城人，就是讲啊，其实马龙讲啊，这种就是一个炫富啦，就是重点是咧有一个有钱的外妈，哦，啊，你若无一个有钱的外妈，个简单做哦，哦啊，但是大家嘛拢爱做，但是上早的迄个背景就是讲啊，以前就是劳力就是劳力就是码头工人嘛，哦，就是迄个工嘛，啊，但是。伊不得已啊，我可就来请人客啊。哦，我绝对请人客，红知影讲我囡仔已经满16岁啊。哦啊，我会当领大人钱啊。是安尼，啊慢慢啊，一直演变过来。啊，当开始是城外户，哦，啊尾啊个慢慢啊传来城内。所以讲富城就是有一个好处嘛，伊的礼俗是保持了上好的。哦，这是别个所在。拢有诶，无其实鹿港嘛是有咧做啊，是，吼啊，只是讲无像台南安尼这么盛行，搁要起来才好，台北嘛是有咧做啊，吼啊，搁无偏嘛有咧做，哦，也都有，但是伊是用简单的方式咧做，啊，因为这个物件已经慢慢被简化了，哦，因为台南啊咧做的时阵就是7娘猫7个嘛，哦，7仙女嘛，伊爱用7份啊。哦，你的肉酒爱7份，你的寿面爱7份，哦，啊，你有糕饼爱7份，哦，大项拢是7份的，变爱7、7、49份。是。啊，所以讲到尾啊，人即马个访问路节有较无爱嘛，哦，个用尽量个简单就好，哦，啊个去收好，个有帮你用便利去遐预约，伊就帮你款好，你就有人去，哦，啊去遐拜拜，个会使啊。其实我感觉讲，这个一个重点是，甲这个囡仔讲吼，你即马开始嘛是当大人啊，你要承担的这责任，吼，你要负担的这社会的这地位啊，等等这代志，你嘛应该要较注意的吼。从今以后，即马开始，亲娘妈无咧甲你顾啊哦，吼，你要家己顾好。宝岛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在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若讲到即个客母啊，吼客爸啊，我就想讲啊，我有一个疑问咧，啊，亲娘妈就神咧，啊，咱若平常时咱讲较坦白啦，你甲好请，伊无一定你看会到伊的形，吼，伊是一位神吼，啊，咱是即个凡间的人，啊，咱是安怎吼，即平常的百姓是安怎去拜即个亲娘妈来做客母，啊是免哪拜啦？囡仔若是细汉时较敖破病吼，人讲歹药饲安尼吼，安尼爸母就会甲伊找一个神明，互伊去拜客吼。啊，即个拜客的时阵，就是你爱爸母爱带囡仔去庙里嘛吼，你嘛爱先请问个嘛，神明要收我做伊的客囝，还是客查囝无？啊，即马跋杯啊，即个听书啊，若是有人有答应你吼，咱就去甲这庙甲求一个，咱叫做供的物件。有诶吼，就是像安尼一个古钱吼，古钱是日本钱5円。无一定，啊嘛有迄个清朝的迄个，但只要中间有空哈，迄种啊吼，啊嘛有这是开龙宫因准备的供官，啊嘛有迄个有人是用八卦吼。啊，上济这就是八卦啊，这就是八卦对。啊，上济古早无遮尔水，遮尔豪华的供官啦吼，咱就用迄种大家因都有捌看过，就是红布做的香火茶啊，对，迄嘛是算是一种供官。啊，咱即马求到即个供官了，就来互即个囡仔啊。挂伫个伊个阿妈棍，有个人讲嘛是有绑伫个手遮，啊，即马安尼就等于讲你拜的即个神明的客爸还是客母，哦，伊就随身甲你保护安尼吼，啊，即马
甲你即个客爸也是客母生日迄天吼，咱就原来爱搁准备一寡物件去甲感谢伊吼。安尼每一年安尼拜吼，一直到你16岁吼，咱讲成人吼，以后即个更寒，咱就会使甲改落来，无搁随身挂咧。安尼，这台语咱有一句话就叫做“烫光”，安尼表示你都已经成人啦。但是一般来讲，拜亲娘妈来做客母的有迄比例较悬吗？就我所知吼，其实伊个看家庭家己是信啥物信较济吼，像讲咱拜伊个做客囝的，有时啊嘛有人是拜关公吼，啊观音妈祖，这拢是台湾人真是行去拜客的对象啦。啊那亲娘妈，我咧摇可能台南较济，台南吼，因为伊有开龙宫。我台南有即间庙有开龙宫啊，会较济啦。啊，然后开龙宫伊内底嘛，毋是干拜亲娘妈尔，伊内底嘛有祝生娘娘啊，哦，啊嘛有迄个林水夫人、陈靖姑，哦，所以讲伊内底拜的神明就是拢女性为主，拢女性为主。我讲有那像妇幼医院安尼，哦，就是妇科哦，啊囡仔科。的部分吼，你来找伊吼，伊拢会当帮你做处理安尼个对啦。是哦。嘿，我感觉甲开龙宫是有足大的关系啦。嘿啊，无你别位也无开龙宫的部分，你该拜你家己所信仰的神明啊。是啊，啊看有人看囡仔科，你像台南嘛有一间做万福庵，伊就是咧拜齐天大圣的。是。哦，齐天大圣就是讲啊，囡专门咧治疗调教的。哦，囡仔伊到这天嘛。吼，啊是讲伊个哦囡仔无乖会当去找伊，哦你是像安尼，啊像我感觉甲老师所讲的同款意思。啊老师啊，啊听讲拜亲娘妈啊，佫会当求助对无？上古早的时阵，七夕这个日子，就是大家会当下愿吼，啊下愿就是讲，你若是做田的吼，咱就希望讲来迄个种作吼会当生产好，啊若是讲饲一寡精生嘛，希望讲精生会生足济哈。啊，若是迄个少年的查某囡仔，就是希望讲我的迄个手艺吼会较好，咱毋是七夕以前有一个乞巧，是这种讲法吼。啊，若是读册的人，伊就去求迄个读册考试会当考到功名，所以会使讲七夕这个日子，其实伊就是一个下愿的日子吼。啊，所以你要下啥物愿，都是看你的需求。啊，毋过因为这个甲这个亲娘妈的关系，所以七夕这天吼求助嘛，确实是有人有安尼做，无毋对。啊，行愿要哪行？行愿要哪行？看你安怎甲下愿啊！啊，你譬如讲你下愿的时候讲啊，我若是有生一个后生，我就要穿3星吼，啊，就要搁准备什么来。你下愿的时候，你就爱共拼落好啊。是吼。啊，你拼好了，你即马迄个假使有生后生，就是爱照你当初拼的，安尼来去准备。我定定是看到也有下愿的人吼，拢会用油饭啦。油饭。比如讲对吼，啊有油饭嘛，哦啊红卵嘛，哦所以讲一般啊下愿的人，咱有甲神明所祈求，啊你下愿，伫油饭时内底定定看到啦，哦还是讲哦寄付什么物件，有人讲会拍金牌互伊啦，吼还是送什么物件互伊啦，啊但是油饭老实讲就是啥？是我介接看到，就是讲啊个有油饭啊来互伊一个感恩的心啦。其实我个人因为做戏内底戏台顶有真侪站头咧做，我就讲啊，以早有10个字，吼做迄个戏出做到落尾，做七贤弟这出戏做到落尾有讲吼，当应洪都市，先礼上海里。我相信可能讲这个典故其中吼有一寡牵涉甲牵连，就是讲因为吼因两个人伫咧怀孕树骹，两个人分别了后。啊，到了尾1年后啊，迄个当应就中状元，啊，就做大官啊。咱人的愿望都是安尼嘛，查甫囡仔吼做大官中状元，伊去游街市的时阵，爱提顶的先礼啊，就来送海礼。所以先礼、过海礼、抱海礼、送海礼，并讲就有一个送囝意思。啊，无吼，咱的亲娘妈又搁甲迄个祝生娘娘搁咧抢生理。因的迄个业务吼，拢系足快，所以讲大家系个人还个人的啦吼。所以拜亲娘妈其实顾囡仔吼，这做16岁啊，这算讲是
以早伫这个无讲介富裕的这个时代吼，咱祈求囡仔会当平安大汉啊，这种方式啊嘛算讲是咱平常时啊，咱吼台湾人啊，迄个民间吼一款人情味的展现啦。现代人哦啊拜亲娘妈啦，这个礼俗来讲，你认为讲有啥物款的建议甲精神吼？你甲大家小解说一下，小开破一下。即摆的文明的进步吼，啊，即摆规个环境条件是无共啊。咱以早就是讲，医药无真发达，吼，啊，足惊囡仔车袂大汉，所以迄个时阵，咱爱拜足侪迄种保庇囡仔的神明，吼。啊，即摆迄个医药较进步，吼，所以我感觉即摆的民俗拜啥物神，吼，比做讲是咱迄个厝内的传统，啊，搁有爸母对囝儿的一种祝福的心愿，吼。啊，咱即个拜亲娘妈甲做16岁，其实是应当讲，伊是两件代志，拄好伫70即天，吼，甲结，迄个甲做伙。啊，毋过你个做16岁即个代志，就是咱讲成人礼，我是感觉即伫个传统的社会内面，确实有伊的功能伫咧，吼。像讲我捌读过一个研究，讲吼，一个社会内面若是有一种传统的即个成人礼，迄个社会伊的迄个青少年犯罪的比例会较低，吼，因为你有一个好的成人礼，你就互伊有一个自觉、责任感，对，就是责任感。啊，伊家己对伊的迄个行为吼，就家己有靠监察，对，所以我是感觉即个70岁吼的即个成人礼，实在是一个咱爱注意的是精神是伫即个所在吼，毋是讲咱传偌济物件吼来送来迄个敬贺亲娘妈，啊是重点咱摕伫讲咱囡仔到16岁来吼成人啦吼，啊应当爱安怎互伊有一种成人的自觉安尼。是。透过这个仪式，透过这个过程，吼，不管是大人囡仔，咱的厝边头尾，咱的长辈逝世，其实拢会知影讲，哦，这个过程是要甲咱讲这个意义甲精神，这是咱台湾人的一个趣味，啊嘛是台湾人真重要的一个人情，伫这其中。所以啊，有影咧，虽然讲吼，咱离16岁已经拢足遥远啊，吼，但是呢，咱来知影讲吼，其实咱台湾的文化嘛是存在真济咱爱去捌的代志。过2天啊，就是亲娘妈生啊吼，啊袂食迄个红菇的吼，你就紧去找来食吼。啊，若讲该食油饭啊，你就来去办油饭。啊，唔当想讲吼，干那要去过迄个什么情人节啊？哦，其实呢，重点是咱台湾的礼俗啊，爱去注重。啊嘛，唔通袂记，其实吼，亲娘妈生啊，爱会记的是软桥长大人，大家都平安熬大汉，这是咱台湾真重要的风俗民情，大家唔通甲伊放袂记哦。报道歌仔顶用俗语参考，书甲乡亲来把感情，唔通袂记咧。后礼拜请准时收看咱报道歌仔顶，啊嘛感谢两位来甲咱分享这个代志，感谢，多谢，感谢。